今日我要開嘅係哪吒第一彈嘅卡。大家好，我係 Stan。大家好，我係 Cody。我18包，一個人18個包嘅。第一包。第一張係 QR， 第二張係 SR， 第三張係 HR， 第四張係 SR， 第五張係 R。第二張係 R， 第二張係 R， 第三張 HR， 第四張 R， 第五張係 QR。第一張係 QR， 第二張係 SR， 第三張係 HR， 第四張係 SR， 第五張係 R。第一張係 R， 第二張係 R， 第三張係 HR， 第四張係 R， 第五張就係 QR。第一張係 SR， 第二張係 R， 第三張係 R， 第四張係 QR， 第五張係 BP。第一張係SR， 第二張係 HR， 係 R， 第三張 R， 第四張係 QR。第一張係 R， 第二張都係 R， 第三張係 HR， 第四張都係 R， 第五張係 QR。第一張係 SR， 第二張係 R， 第四張係 QR， 第五張係 SR， 第六張係 R。第一張係 R， 第二張都係 R， 第三張係 HR， 第四張係 R， 第五張都係呢張 QR。第一張係 R， 第二張就係 R， 第三張係 HR， 第三張係 HR， 第四張係 R， 第五張係 QR。第一張係 QR， 第二張係 SR， 第三張係 HR， 第四張係 SR， 都係 SR， 第五張係 R。第一張係 SR， 第二張係 R， 第三張都係 R， 第四張 QR， 第五張係 SP。第一張係 LR， 第二張係 R， 第三張係 SR， 第四張係 QR， 第五張係 R。第一張係 R， 第二張係 R， 第三張係 QR， 第四張係 SR， 第五張係 UR。第一張係 SCR， 第一張係 SC， 第二張係 SR， 第三張係 R， 第四張都係 R， 第五張係第一張係 R， 第二張係 QR， 第三張係 SR， 第四張係 R， 第五張又係 BP。第一張係 QR， 第二張係 SR， 第三張係 R， 第四張係 R， 第五張就係 BP。呢個 SC。第一張係 R， 第二張係 QR， 第三張係 SR， 第四張係 R， 第五張係 BP。講完啦，拜拜。好多嘢都抽中，不過可能抽中咗，呢個都抽中咗，呢度呢張抽中咗。